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两日呢，给大家介绍了各种旅派，而几乎上呢，侪是你上海平台头的。但是两位老师啊，还是旅派了外省市还有不少。不算了，有各种旅派。你别讲不一样啊，就讲苏州平台头有个魏武营的魏店。好像非常出名的。哦哟，搿辰光是还是喝水道理的。魏武营的魏店是根据了以后魏竹青的店门户一大路延伸过来。你都还是平台世家。世家，魏家们那个政治它是等于在别走了，大概是末日接下来就按照魏竹青搞人搞了。对的，对吧？对的。什么呢？可以说那个政治它两个名家啊，两个大家。谁是搿只根浪向一条一条下来的，还有一张大个一大路戳出去。对，所以当时辰光里马相也是好，那台浪向收个辰光，我的女听课特别多啊，哎呀好听啊！所以搿辰光魏武营个魏店来上海在刚这两三一时呢，真是名望普普。那么魏武搿个魏店了，魏武营啊，另外一个特点，搿政治他了，一般侪是相当的。哎呀，你看省乡啥个，侪是相当的。那么领对当不容易的，不容易的。那么小商咋好？特别是那刚刚吴军牛讲，马相一流。真噶？马相好。这里也差不多吧？你。跟你比比那哈讲。跟我比嘛，只能够这样讲。比我呢稍微差一点点。哦哟，张老师啊，你那个么是蛮有的，不就王来是市场真的。这个是真的，这些辰光那个女听还是不得了，不得了的。我就是这个，讲得难听点啦，要60%女听课啊，真的。凤芝啊，你搿辰光也是担当呀。搿70%才是女听课，你不肯讲这样。一个魏武营的魏店唱起来是一气呵成啊，那个特句特别多，所以特色还蛮浓的。那么下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魏武营老师的魏店争取他当中的老夫妻相争。相公啊，家里妻呀热紧张，母内生一个人生日了，叫母内之节。娘老养来出来的日脚，那这个浪向定定生死规律的辰光，所以一个人自家到生日的日脚了，不是到自家要生日了，是在牵起自家娘，让我呢养出来的辰光叫母内之节。下里人的后车口的上身。那方在万本的西游里，他世界后内房子分我的自己的当然去为情情。我记他南北不开西厢记，今儿我也与房记呀公子来无意，今我叫他谁对家庭3-4杯么礼佛一杯，16、17有门个容易，进正是衙门子守房记呀公，做生计呀随我叫他牡丹的房家一车滚。谁知我好心肠，非但我老给飞，非是我狗呀的势利心，但切身的危害，
为什你来想过？讲我什么？是你背得忘恩的神背的，到底是我经济上中的来小神，他是你没干病的儿子。哎呦！好，下面呢，我们就为大家也介绍另一种流派。大家建立祥殿。祥殿嘛，就是西天这样的殿堂。哦，在哪个都那个？对个，你也是这光头的。原来是你对你也熟悉。我都熟悉。哦。那么个祥殿呢，李宇这还是算成名作啊，你知道成名作，所以乘风破浪。哦，有个一只开篇。哎呀，对这个几句么子啊，好哟。唱了不止几十遍了。是西天这样了，和珅的缺点当中，吸取了你一个杨烈，再结合自家本人的条件，就创造了一种祥典。对。听说这个西天这样呢，是来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还工作过，是吧？来工作一段时间了，有的。原来呢是在浙江省曲艺头，对。到原来是还是一个头，一个头。那么现在就请大家来欣赏西天这样的乘风破浪。东黑真龙江，请你
们抽子不一样用飞，分享龙呀做个东西，特取红旗比鼓，见一马也忙，雨也忙，忙忙高起起谁？去不定黑中宝，永不定冲天剑，哪怕那东黑为让生，哪怕那黑水滔滔浪滚滚，这一是狗的火，定叫那黑的龙王来西京年。哎，两位老师啊，我呢要给大家介绍你听众非常欢喜的一种流派，叫余渭川的这个余调。余调，哎，是不是你背下余渭川个调就余调？哎，否则人家当时大平余调个余调，我这里听个这样子。不是个，搞清楚哎。余渭川老师呢，来在是了江苏省曲艺头。哎。原来呢，因为是上的住地方也到了无锡平台头，成为无锡平台头个平台演员。那么你唱这个余调啦，听众非常欢喜个。你个唱，据说是从江调啊，其他流派当中吸收了不少的阴阳。余渭川我到里定熟悉。因为你基本上这个实施出来演出来，各从500几号人讲的。对。开始里的杨德林。余水来拼的这个主持人沈公德夫子。余渭川蛮用功。那么余渭川本身的嗓音条件呢，极差。是往往蛮稀奇。这个流派引人了，但是我把这个缺点分不开。因为这缺点在这，你觉得要发展，你要变化了，成为自家怕，这个都不容易。喉咙哈，就不去做人。哎，反正一开口喉咙响了。哎，你呢实际上讲呢是根据2种流派引人的。一个是你做先生蒋玉的一个讲的，是的，你顶崇拜蒋玉的。白玉的已经当我讲了。好了，另外一个呢，沈其有谢谢情。特别是声调在声调2种纠起来，你唱个快歌，那个今那就知道一代酉阳山水中，雨到东来雨到西，这个一头唱全是根据这点们画出来的。你是刻苦专业，花了极大功夫。那个句我讲得非常对。我认为个余渭川，我到底还是蛮责任这个的。你是帮5三方的。那么帮5三方的。那么学业倒是跟你的师兄5级去学的。你做的像劳动组。那么搿些辰光我到5级去还评估上当的。那么你是起来了跟搿个5级去学。所以搿些辰光你有条会分成功了。你蛮聪明。你聪明了啥上学年来讲，你个本地不是定下的。但是你利用就是自家的本地不合，你个实点把你吸收了这样的，再搞深的，肉起来，你讲肉起来，混下来一来了，所以把你唱出来一种语调。那么我们呢就请大家来欣赏余渭川老师唱的2组当中的《宋兄》。义妹，两兄，而今你已是马家的人，女兄都领奉养，谁知高士了。我是一心
儿来，百姓为来日。姐妹呀，你送我来。在花有醉，曾记得我送你来。谁？你是的教育我的花朵朵，将我弟兄双双要把家为来牡丹，待人山牡丹。而今日那牡丹，谁这一起来？向我穷人来把浮华配，你我今生两爱人我只得是空余。愿把家为30岁的不计步路238，已经汽车徐徐，步履艰难。过来随了五湖食堂边上走的，面对食堂，才把伊戳进伤心，姨妹呀，两兄。
用。我们路过一山与一水，下起绿水下中中。小小谁当能在水一对鸳鸯泪水中，他们雨打西来雨打东来，雨去落永永。你把它要比作你我人两个。是大好日有样一样红，人人相爱的兄。而今一人是大步，但是不记住有样在水中，可怜为人放大不息。在那今日分离，空难再见。玉梅啊，这红花开，你不必再烦雨兄。哎，听了余伟吹来是个雨点之语了，不一时只会得想起另外一种非常接近个CFV的。CFV，哎，是啊，你好像也还得余伟吹，还有点点看拢，还有点点接近是魏武英的外的。你呢，我也说这个呢。你比我大概会再长1年50岁。真的？年纪没得比我小。真的熬得一点点的。一部脚踏车跟那个山上屁股的，因为我们手最带过那些都是姚老师的，对，姚老师。你带过么是龙游市的，对。你第一个呢是叫朱亚飞，还是政治他，还是政治他干。就是你叫 CFV，CFV 呀，后来再报魏武营。那么你主要的长枪引人工 CFV 的店门呢，就是从魏武营到拿过来。那个顶多的地是一口气还要唱40-50句。一气呵成。不过上吃力，你能够2句上虎唱出下来，福台高山，福台宫门，再2句，啪，到再一旁一上这个变化个模的啊，我就引到观众哇，听了过年呀，过年，什么想不到了，人想得一点点，就是一唱一口气就特别张扬，就是气运用的特别好，还是非常清爽，所以一口气可以就记着。那么南方口个地啊，不一样，可是用口里出来的，对，这个就是 CFV 的那个特点。那么我们就下天呢，请大家来欣赏李真知他的像个受恩人。好。儿啊，母亲，为娘在3年之中追于恩神，并不虚神。是，待我把恩公加授于你，你呀拉军机将来代替为娘，须是够恩人。真的。你在3年之前，立不为娘举出去。中央教子儿啊，出门时局正松阳，正是风雨不风，他不灵光，像那追击中。他们明儿啊会把相送走，一路送路的是杨青儿啊，想你女的无家营，把那功名什么会把的恩人你不能犯。像那
周记中儿拉几风风，他们送你带在往来妈妈市场，家分你不对娘们亲儿啊，你是女的无家人，把那功名利他们塞拉的恩情你不能打来你3月几呀头发，我是几百祖先居上，想那会把民家西回去，他们领我开龙居，天涯孤独养亲儿啊，有女的无家人，把那功名随么遗迹的恩情，你不能给他们分，这是那你家既然金钱也相送，我们只因为他是失去男人，是痛不可当，所以给予我夫去不如距离，比那为娘是能大想养亲儿啊，想你女的家人把功名随积善的恩情你不能放，在那居松的我问兄下谁，想我这当你在那一步内呀你心命上，所以要到万里路上来面儿郎，想认得那480余当家军，我们一年来相去受动，是姊妹行堂所为娘，在那客地上向我姑过一群，扎扎有地装亲儿啊，你是女的无家人，把那功名随那当家的恩情不能对吧？你家爹的是么一种为女在你乡啦，打那市场过，他来分银咱们我们不得相逢，来两么亲儿啊，你是女的无家人，把功名随别记的恩情你不能咱们他是某个无良亲娘，去兵法不没与世功，他是陪娃西大一当呀人的为娘，是新人相亲儿啊，你是女的无家人，把那功名随嘛所记的恩情不能给他们为你那么长途万分忠义薄，他是黑着天呀杀人下去嘛亲儿啊，你是女的无家人，把功名随那万分的恩情不能给他们别记不来，才平当才平日自然爱中来分爱他们常所为娘，死而我在床，他在帮着侍奉来送入他们亲儿啊，你是女的无家人，把功名随那才记的恩情你不能放。沈夫人听见屋里禀报，十方请今在上门水里拿至雨桐几杯，身上大事张说，准备到外头去劳婚，不记账的自己当一口没不得。虽然身上像吃高人打扮，但是这种气泡完全像走过的样子。所以不走头来对正屋里看看嘛，那个闲话啊，看不到是。再对方亲茫茫，二家过一声，这得奇怪了。下入一面之意，不做病人，像那方亲子，他不生命，后知他这地
人。想当年，狗日丑相见，我是并没有起兵与宋夫心，我是这一趟狼狈一塞苏台，我是那么事啊，向你如此的英勇，需要乡里听了这位虎当中，他们这种比赛是不容什么空隙，什么巨王生，所以替他是安排礼不失落中，替那班家公子已经叫他出门水进正门，这是班家工作生家的母为凡事出不平，那几下我的哈心被逼那路给飞，他说的单抽勾杀真真正你爹的祖辈随比例呀，心所以他是被无人啊，随俺入去为呀铁铁真真清开云，使他不生命永不上门，定了在那凌云这里我生意，但是在两句我的呀里神，我说的也三杯醉，到那十里林也要松林稀里沙沙啊，因为水农也想自己，为了比他人们那几下，他是一去三年，也不因了不人民了后狗也唱大声么唱大声，后边大乡人么大乡人，后狗进来有灵，打来有灵，后狗打自里听，打那自里听，后狗也疾风。什么路开他们集中待遇，那七家的我在他们军家已经得功名了家中啊，给背上门顶把那雨动击败，在那树啊水晶嘛为呀吵吵动动，只唱的什么金的里，他是上门顶西龙哦西里顶。所以他仔细审言，仔细想，大过去待我是太后来发子本。但是啊，我们平台家当中女的流派是特指朱水清的经典，那么前头是个历典之后呢，还有一种还有一个女的流派，还是深受广大听众欢迎的。我晓得过啥人？余丽君哦，对，这个是余丽君余典的创始人，对，呱呱叫来余典，来余典，也是写我这，刮了送菜。余丽君呢，这个余典可以说了，江浙沪是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啊，红极一时。那我可以讲桩事体本多听听了。你一般到码头上想去演出了，总归事先啊。你叫黑白了，也叫人，谁是光干？我有当上人来演出的，对，预先一趟，这个余丽君路过一张码头了，那么上方到底商量，这个那样南北路过就该得个，还这个一场，一场嘛事情不光个个，谁不晓得个？小那个名字啊，几块八，110，都要求。像蓝药，像蓝这蓝药出外，这样子俺一来先
敲门啊！就说明韩立军呢是就是听众当中是深入人心。对。那么这个今朝你为大家播放的呢，就是韩立军呢是个开篇《阴阴八月》。
美女来打穷。
两位老师啊，讲起你上海平台头唯一个旅派，叶英梅呢是个夜店。对个，那你平台讲叶英梅呢是蛮出名的，大家来称的是个奇才，不但奇才，平台家是称的是一挂，挂才也是巧技，外加是个天才，不得了。那英梅那在口里啊，书读得不得不干，就说那个知识丰富得不得了。你各种小诗，各种这个就一个班子里谁也看。我讲桩事体不难听啊。你识图耍分弄清爽的，经常讲美女对那个对方你要一个得胜家人，错的。得胜家一个亲热语义的一个称号。一个亲热的大将带领的兵当外国人当，结果把外国人鼻子吹了怎么？这个傻瓜个杀脱。那么个大将为做了你就扒了杀了，随着个点鼻子了。那么第二章里养出来，拿这个鼻子往上头碰，扭一对扭起来，拿张肌肤做肌肉，结果当了一张生长，所以叫得胜家。看一个小知识是，双人不晓得，你讲出来。有道理。就说明原来是就是讲不断观察。不头个学习，一个肚皮里向个粉彩就是逐步增大。对个那么就是讲个夜店了，那初听听了，好像音乐性还不是顶强。对的。蛮朴实无，其实听听蛮有味道。你个特点了啥个地方呢？你属于识得个唱了，肉了一头。唱了。混得了非常精密，混为一体。是讲一个男队，歌唱盛风机的男性，这个有点本事的，而且呢，听上去随时像盛风戏浪唱，这个就是要你这个。而且我记得你有趟了台浪向，就是讲表演了天舞厅里向拿只叶子翻过来，是吧？拿了一勾嘛，所以这样勾住一个人。蹦出，因为学对了，这张面孔是编织的嘞。我这面孔是，你到非好，你会背一个主身啊，傻逼一样的想着了。那么位于叶老师呢，你是唱里向了，你是。这个蛮生活，对，蛮生活。那你都还记得，你有张知名的唱头啊，叫《菊花台》，出名过啊是。你《菊花台》为啥唱得这样好呢？来自生活。对。你个些辰光是了手机眼光的了。门口头是有一张这个像这个门房盖的。你自个把过菊花台的呀？真的假？真的，我不你非得把菊花台，你一上又是顶的时候，就是四面八方去。最先讲，最先打菊花，所以你个种啥个，让到菊花里头这个刚刚的在了，随之像两个人里在动啊，动的。那么你只要看菊花台上么子看得多呀，所以你唱出来么子非常丰富。对呢，张公子干嘛听的？你面小个狐狸闹了，从头浪向到脚浪了，你拿世界各个名牌全部在唱进去。比利时个啥，德国个啥，印度个啥，这个真的不容易的。你不是经常看书，搿点知识没个。对。那么吕将军呢？开箱才是武器。水里来了啥个高度跑的不对了。所以大家觉得挂在了，这个是真的确实是这个啊。那么因为你这个发展起来，使得这个文化底蕴啊相当深。有辰光一点诗。经过你加工描绘，可以成为一位非常细腻的诗。这么一个研究了，讽刺啊，顶眼睛的看4岁，对，这是中出生呀。所以你讲读到大学毕业了，再来学识书没个呀。一点也不错。这么一个大学家就来听书，讲帮我听。当保护片这个大王的时候，就是叶一梅，这个是我亲耳都听见。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叶一梅呢是商务乐当中一则。知识模式事到如今，你为是冤枉啊！呵呵，这倒奇怪。来，扫地、红白、跨白，你们谁去退下？查查，神医狗的神机怪白。我倒要听一听，看你怎样说法。说得对比吧，说得不对，要水上加水。
到走头来眼睛带针子挤爆了要一跪，再回过去带磨塞一口，挤爆梨呀，动人，让我去画个林子，马上就去上，出工吹我去带针子磨塞，磨塞，你都能归着的，还能说上去。那份哔哩不噜像到腰子这个，你都能听不清楚，要说得清爽的。妹妹就是被逼了，你呢？今日不知在是帮你忙呀，还你妹妹叫什么？你那不紧张子呀？不紧张子不容易说出外物呀？啥什么人啊？我才想不得。我真正帮上这个亲夫子呀，动人啊！我是牛在挂嘴，叫木塞，早上看女开一杯，飞来。望我在牛小子，我在家中因故追击，被苦等小女一个追啊死，连开门我来这样子，在因为他们这样做的无本非真用，况且这样来送礼为这样是谁为？你被我一口以为是，他那里面那水人哦，与我吵起来，结果是一记耳光，我分为水，并不是我好人，因为我要为水啊，往兜里出个人多，这旁边人都必出开。从此分离谁个用？他那里没得病身亡与我无会分苦战追啊死，有一个兄弟叫追小龙，在他师傅的做根人被出的傻傻形容词，那里都傻傻说。是摩塞心经也是叫为了还，你好去考虑呢别做工，因为整个部以12个到摩塞项目去，是摩塞当2个，当上次今朝发明了4个，不晓得考我做工，我不听，不听里面瑞的讲都有我们去征兵的。当着核心问主席，但是也看我做工，怕个人来当我说，你要活，叫得个63不来人子，大是何谁，小是何物，努力高知努力在往，什么他们不塞不了，我们不，里面来说为在把我归。破我是徐州英雄伤人民。我吃了几耳光，一分单里，为谁也分为，乡邻在口气，当然你还去问个呀？我吃大人这口不开。我问你，你与最是争吵在哪一天？正月15日小子，最是身亡是哪一天？5月多阳日落水，这样说起来，时隔100多天，这是对于也与李福石大明盈利之让谁的明白？遇伤致死，在8日之内，得
当上之应上之名啊，一帮人理想，就是说超过这一帮人，这个对方不这个谁职责，明明冤枉，你怎么招人的呢？不然呢，40几辈子，40几棍子，为了让他滚，无可发想呀！那么方才本爱于离离文理几辈口冤枉，你为何不想？这地面扬州真的有点好。哥哥，红人啊，只有不一在一为些。哎呀，里面是来同你们打里面一样的了。我告诉你们不功夫的了。好等我不够还有望啊！那是聪明人莫强爱人，快！你时间为什么与不聪明起来了呢？我如今透明把欲望来害，并不想是方法教为，我只知道虽然家人报道来开刀有什么乐趣都赢啊，可你的期望啊在谁陪七夕为在我一生能对况且人们我是之人期望的心意是人不少手一内来家一内可以领帮为嘛这样别的啊对我就是宛如心意好，今朝节目就大概到文章呢，希望观众朋友继续收看我们的经典妙韵社。再会。